我哋香港，你哋瓜羊頭賣狗肉，要求嚴格限制爆發疫區嘅人口入境。我哋直指嘅華東嘅地區江浙滬嘅人士，我哋要求佢哋入境嘅時候，香港政府對佢哋作出身體檢查。你哋喺度誤導市民，搞啊，係啊，搞啊，死搞做。你哋誤導市民，你哋唔做中國人，你哋滾！我哋係中國人。第二樣嘢，你中嘅地方啱唔啱啊？阿 Sir， 我哋頭先啦，非法募捐做乞衣啊！阿 Sir， 喺度啊！阿 Sir， 你有冇申請？我哋而家投訴佢非法募捐。香港自治運動責成香港政府嚴格限制爆發疫症地區嘅人士入境。仲有，我哋要設立統一嘅消息發佈機制。大陸咧有隱瞞疫情嘅習慣嘅，香港人好容易受到好臭啊！呢個話叔個好臭啊，大佬。係好臭啊！一講好似撳掣咁樣啊，真係。我講嚟真啲係大話精，啲人咧就會即刻撳掣鬧我啦。嗱，你睇下，好似撳掣咁啊，好臭啊！我都做證啊！你大把人做證啊！我哋要求香港政府敦促大陸發放消息要公開透明。大陸有習慣隱瞞疫情，大陸接上海而家已經有確診個案，我哋有理由相信實際疫情係比起報道仲100倍。以前沙士喺大陸根本就冇報導，直至有一個劉建文教授，我哋見到佢喺香港之後，我哋覺得佢唔會申請，所以香港有999人因為劉建文教授呢個大陸醫生落咗嚟香港而感染咗沙士，香港人嘅喪生係因為中國傳咗沙士俾香港㗎。好啦，我哋仲有要求香港政府喺必要嘅時候暫停自由行，因為5·1黃金週嚟緊啦，大家知唔知道03年嘅時候係仲未有自由行㗎？你日日喺度擾亂香港，妖言惑眾。你唔想做香港人你就走。係啦，冇留氣。邊個啊？空客啊？強姦邊個啊？你中國人嘅呢度係中國嘅地方。係呢度係香港人嘅地方啊！我哋要求香港政府嚴格限制爆發疫區人士入境，設立統一嘅消息發佈機制，以免疫情波及香港。我哋要求政府喺必要時候暫停自由行，因為03年嘅時候，由1名中國大陸嘅劉建文教授帶咗沙士嚟香港。唔使同我講咁多。佢帶咗嚟香港，令到299嘅香港市民喪生。你而家有咩幫到你？一個大陸人咁嘢，我暫時唔幫，唔使幫 ，OK， 冇問題嘅。而家冇喐手得㗎啦，唔使你幫到。呢個年青人就冇你咁清晰啦，我話俾你聽。我哋嚟得呢度，我哋亦都有背景，我話俾你聽。你好似係保護緊，梗係啦。而家啲80後啊，嗰啲都係睇蘋果報㗎啦，未話我話咧。我明白你，我明白。但係呢個時候咧，打倒漢奸走狗，打倒漢奸走狗，打倒賣狗狗，打倒賣狗狗。咁嘅態度咧，咁就好啦。好啦，我哋叫即係我向你道歉先嚇，但係即係打倒賣國賊，我哋打倒賣國賊，打倒漢奸走狗。了解，冷靜少少啊！呢個 party 哦，咁樣喂，先生過去嗰邊我哋傾傾啦，好冇？嗱，應該先。我哋呃錢啊！得，我哋嗰邊傾傾嗱，我哋跟住處理。你過嚟嗰邊傾傾。